大家好，我係香港電台嘅阿 O 啊！睇到咧呢個全城啊防毒之旅2013咧有份參與咧，當然係我嘅榮幸啦。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多支持咧全城防毒之旅啦。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機會跌入黑洞，同埋喺低潮。知道咧，即係毒品嘅禍害好深啦。除咗喺身體上面會讓大家好掙扎之外，心靈上面更加多嘅掙扎。問咧，可能佢呢一種藥就奇怪啦，食咗之後咧，不單止令到你身體唔會變好之外，仲會破壞你嘅身體，而且破壞咗之後係唔可以復原嘅添。可以喺呢一段時間咧去支持到大家，因為我知道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好多壓力嘅。做多啲有意義嘅事，後生仔應該做嘅嘢係應該讀書同埋做嘢，同埋照顧家庭，照顧你屋企人。路係好漫長嘅，所以千祈唔好放棄自己，要繼續珍惜生命。我覺得咧，只要唔放棄自己嘅話咧，基本上你唔放棄，最終係一定可以成功嘅。可能有啲人曾經吸過毒啊，或者係一啲嘅唔好嘅印象，就會覺得佢哋可能係好壞，但其實咧佢哋真係好好嘅，好難得。願肯去面對同埋去解決，係一個好勇敢嘅行為。耶穌啦，因為即係唯獨耶穌係我哋嘅拯救啊！佢哋咧都係藉着耶穌基督嘅愛咧，去重新咧去更新自己。天父咧係好愛你嘅，我哋只要咧依靠我哋嘅天父上帝咧，就可以化腐朽為神奇，冇可能都可以變成有可能㗎。祝福你！喺呢度，即使我未必嚟得到學校，我都喺度精神上支持你哋，你哋繼續努力，用你哋嘅愛心去理呢一啲學生，佢哋一定會感受到㗎。今年咧係可以有呢一個更加多嘅時間咧去探大家，為大家打氣嘅，大家要加油！希望咧青少年人咧都遠離毒品啊，同毒品 say no，OK，做得到嘛？你做得到嘛？走咯喎！